后你就举手，然后我就跟你讲题目，你就把题目记下来，然后就开始做后面的题目。然后你在做后面的题目，你不要再回去看前面的东西，而且你看过一次就好，不要看第二次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速读是要你去写这个内容大约是什么，我们并没有要你去记它或背它，所以你要有特力的往下看。你就很勇敢的往下看都没有关系。那你看的时候呢，是利用我们的视野宽度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视野宽度嘛。那每个人的视野宽度可能都不一样，有的人可能一次看6个字，有的人看8个字，那个都没有关系，不是字看得越多就是越好，但是每个人视野宽度不一样。还有，你看书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发现，你放得越近，你的视野宽度就越窄，而且不清楚；那你放远一点，视野宽度就越宽，对不对？所以看书要拿远一点。你的视野宽度就会比较宽，你就不会进去，就不要太差的看，然后我们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呢，就是拿着摇杆，就是你的然后你看你看第一句话，充分阅读资讯，你一次可不可以看6个字？充分阅读资讯这6个字，你是不是一眼就可以看到这6个字？就是在告诉你充分阅读资讯这句话。可是你如果一次只看1个字，你是不是第一个字看充，第2个字在看分？是分还是分？不懂意思。充分阅不懂，充分阅读，阅读什么？你看你这样子用笔要点6次，你要花6倍的时间。可是其实我一句话6个字，我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。因为我们中国字一句话才有意思，1个字好像看不出它是什么意思。所以你为什么每次速读的时候，你不要看1句话，你要看1个字？很多小朋友都只看1个字，1个字这样看结果看到第3个字他就开始在想冰箱里面有什么东西，我等下看完书我要去吃。然后等到想到冰箱，那我还是要看书，再从第1个字开始看充分，所以他第1行要看好久。那你如果第1行一次6个字看懂意思，你就会很快知道，他接下来要讲什么。当我这句话看完，赶快再往下看。所以说呢，你的眼球就跟着你的摇杆这样点，这样点下来看，你一次就点这6个字有没有？充分阅读资讯，你就把你的摇杆点在阅跟读的中间，这样点一下，这6个字就看完了。然后充实自我，你就点在10跟4的中间，点一下，你点2下就看完了这10个字了，你不用点10下。那你的眼球就跟着你的摇杆这样过，这样子过，一直看，你就会一直加你的速度，然后你就会专心要把它往下看。要懂我意思吗？速读是用我们这个叫做习惯性的阅读，就是视野宽度，我们要你养成看书的习惯是这样，我们就不要用机器，那以后你就会习惯一次就是看1个字就过去。那我们就是先6个字、8个字这样看，慢慢再练习那一种一次看10行的。看叫做1目10行这样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为什么？我们看一下，翻过来。来，你先看这一页如果你的摇杆是放在 A 跟 L 的中间，你可以同时看到 A 跟 L 吗？可以嘛？你的视野宽度有到这里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再翻过来，直接看隔壁这个R N C D I L 对不对？你把你的摇杆放在 C 跟 D 的中间，你可以同时看到 R 跟 L 吗？有的人可能没办法，那没关系，你就看 N 跟 I 这样子就好了。我们就是要了解你视野宽度大概多大，你就是看顺序这样。你可以看8个字的，你就一次看8个字；可以看6个字，就一次看6个字。好，那你再翻过来我们除了视野宽度，可以是宽度，可以是高度你看，我如果跟你讲说，这里一格是不是有9个字？对不对？那我如果说好，这里总共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有28个这样子的方块，那这些方块里面这些总共28个方块里面有几个3？那你是不是每一格看到有几个3？你一眼就可以看到几个3了？你会不会要一个一个去数看有几个3？不用吧，你应该这样一个就看到这一个有1个3嘛，第2个这里都没有3嘛，然后第3个就2个3嘛，你应该是一下就可以看到了。你需要一个一个去点吗？不用嘛，因为我们的视野是有宽度跟高度。
所以说你说可不可以一目十行？可以啊，但是我是不太建议这样子啊，因为我们有时候你一目十行，对理解力可能会比较降低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呢，后面这里有个基础篇跟进阶篇有没有？第一篇的时候呢，我等一下如果跟你说几秒，你把它记下来，我们会帮你算每分钟的阅读次数。然后呢，等一下会做题目，那题目你再看看你是总共几题对比，那就是你的理解力。好，那每分钟的阅读次数呢，如果很快的，但是你的理解力降低的话，那我们就不要你速度去加快，我们要加强你的理解力。等到你的理解力已经提升上来了，再来加快你的阅读次数。好，这样子你才知道说，有的人看得很快啊，每分钟看了1、2千字，可是他理解力都没有啊，那等于是没有看。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好，那你就是自己做记录，然后看你的进步程度是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那个立委，希望等一下来聊。你就一直练几秒，你举手的时候你就练几秒。那我就一直好。那我要帮他们算每个钟跟你知道。先不要看那个。啊，你们书先不要看，然后现在看看。他说的跟立委是有排头太大，所以他不要听到声音马上报。对，要听到声音，然后说几秒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因为你讲的谁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说开始大家开始看，你现在就不要先看，因为然后你们看完以后立刻就做题目。你们出声音他就讲秒数，就把那个秒数记下来，然后立刻做题目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然后你记得哦，你看的时候拿着摇杆，然后呢一次就是这样点，好，你的眼球就跟着你的摇杆这样点下来。我们就不要用那个，我们本来是有那种打开的那种机器的，可是我觉得这样稍微影响到一下，因为每个人速度不一样。好，你们就是用摇杆这样的，好，然后眼睛就这样看过去哦，这样赶快看过去，不是这样一直点，但我觉得很痛，他眼睛这样子看过去，好，是用这种方法看的过程中，然后你说开始就开始。看第一篇呢，是第一篇是第一篇给大家里面。开始。下面。好，46。好，22。24。28。好。29。30。32。34。